好啦，继续来看花莲马大安溪房山湖1楼有19个人死亡，5个人失踪。花莲地检署侦办这个案件，约谈到乡长林清水等人。林清水已经放收押，不过林清水是发冤枉，讲灾害发生的时阵，地方的指挥官是县长施振伟，袂当单方面敢若追究到伊乡长的责任。花莲县政府是回应讲，洪灾的作为拢是依照定数办理。我要跟乡亲说的。花莲江湖乡的乡长林清水，伫顶礼拜3暗，向伊送到地检署复审。伫马大安溪房山湖灾后，互乡民每甲变过，各互检调成案核准。如今这个责任可能会追究起的高站。林清水放成案了后，除了发冤枉，因为香港所有建筑甲物资拢无够，无法度独立执行大规模的撤离。各礼拜指控县府无提供充足的资源，而且依照灾害防救法的规定，灾害发生的时，地方指挥官是县长施振伟，严格一直要老发生进前佮出讲，佮讲家己已经尽力，袂当单方面甲追究。根据灾害防救法的规范，各乡长、首长应该爱看灾害的规模，成立灾害应变中心担任指挥官。这两个人也可能爱负刑事责任。有指挥、监督、防止的责任，事先的警告都必须要由县长来做相关的发出警告。县长没有这样做，乡长也没有这样做，所以他们就触犯了刑法的废弛职务酿灾罪。周刊也报道，检调摕到的资料显示，花莲县府伫各礼拜防警系统报后，无确实执行疏散。县长林清水报起来的疏散资料有清差，无要以灾情的境界。警方未公开的内容，我们花莲县政府不便也不多予评论。重申，所有的防灾作为基依照灾害防救法相关的程序办理。马大安溪房山湖当日进行乌头的工程，将达到预期的目标，污水就未达底。施工人员退离后，加亲友团圆，严格也有乡亲也个找无亲人。针对这件的归属，检调表示经早不公开，依法侦办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